係各位早晨啊！哇熱辣啦！大家好難得啊！咁熱天氣都可以咁一早嚟到啊！咁好大家有嗰個通訊嘛？有啊！咁咧個通訊咧有個故事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故事講咩咧？就話咧有個嘅丞相啊，好有智慧嘅。咁有一日咧，有一對兄弟咧，因為爭家產打官司，咁咧就先去啲初級嗰度啦。個阿哥就話：分啲身家分得唔均勻啦，個細佬分多啲。咁而細佬就話：分得唔均勻啊，哥分多啲。咁變咗咧，啲官咧審嚟審去都搞唔掂。隔咗一段時間咧，要宰相出手。揾到個丞相嚟到去審佢，咁點咧？佢就話：咁樣啊？你知唔知佢點做啊？個丞相，佢兩個都話，兩兄弟都話：喂，細佬分得多啲喎，阿哥咩細佬又話阿哥分得多啲喎，冇錯啦，交換可能啦，可能睇咗啦。個丞相好有智慧，咁啊，不如將阿哥嗰份俾你啦，好冇啊？梗係好咯。咁啊，跟住同阿哥講，將細佬嗰份俾你啊，好唔好啊？好，咁咪都解決咗啦。唔知大家喺生活上有冇類似咁嘅經驗咧？唔係爭身家，你覺得唔公平？咁啊有啊，覺得點解佢優待啲㗎？點解佢咁啊？點解我冇咁優待啊？覺得係唔公平啊！好有時咧，真係可能啲真係有啲係唔公平，但有啲可能咧你自己計較咗多啲，有時候唔得喎，要咁樣，但係咧。聖經咧，耶穌講咧話，唔知大家如果有翻開教會咧，或者聽過呢句説話，耶穌話：有人叫你走你哋路，你同佢走兩里路。唔知有冇聽過？咩意思咧？因為當時咧，以色列咧係被羅馬統治嘅，即係同樣我哋97前香港喺度統治㗎，我哋喺度殖民地啊，英國殖民地啊嘛。我唔知你有冇遭遇過俾啲白皮豬嚟到，即係要你好惡㗎嘛！以前話我聽到話60年代啊啲白皮印度都惡㗎，我唔知啦嚇。唔係啊，嗰啲警察係唔緊要嚇。咁咧佢話咩啊？當時羅馬統治，咁咧佢求其點一個人猶太人，你幫我攞嘢，幫我攞個背囊。佢法例上咧要走1里路，幫佢孭1里路，冇得異議啊！但係耶穌咧就叫門徒話：如果人哋叫你走1里路咧，你同佢走2里路，送俾佢咩意思咧？佢哋話：你嘅一里路，你幫羅馬人孭嘢咧，你好唔抵唔順氣啊！真係唔好彩啦，俾你點着，今日要幫你攞嘢，好唔鋸，但係你都要做，係咪啊？但係耶穌話：你做夠2里路，你當送俾佢，我幫你啊！我孭完1里路，孭夠2里路。我幫你，個心態唔同咗啊！我幫你，我唔係被統治者，我無奈地服侍你，我係幫你。咁真係好唔同喎，心態唔同喎。你同樣要做，但係你做得開心喎，係咪啊？所以咧，有啲嘢可能真係好似好蝕底，但係如果你唔計較去做咧，你得益處仲多喎。所以曾經咧有個退休嘅校長咁講，佢話。快樂唔係計較得多，而係付出得多。你要快樂咧，你願意付出多咧，你就得到快樂。真係喎，你願意幫人咧，做多啲服侍咧，你開心好多。我都有個施比受更為有福啊嘛，大家都明白啊嘛。當你有能力去幫人嘅時候，你仲開心過受嗰個係嘛？好嘛？所以希望大家喺你生活當中。少計較，多啲去付出，你會開心啲，好唔好啊？好，祝大家開心啲。好。各位早晨，早晨。好，又到幾多月啊？曾生？已經係到6月啦。係啦，6月份我哋有咩節日啊？今個節睇通訊就知道啦，有2隻粽，就係端午節。好，咁我哋端午節咧，我哋中心咧都有啲嘢想同大家一齊分享喎，係分享咩啊？中心咧今年都預備咗粽俾大家，咁所以咧各位會員咧都可以過嚟中心度攞。咁今年中心咧就預備咗300隻嘅粽，
俾大家啦。咁我哋咧可以留意下我哋派發嘅日期啦。咁啊，大家可以望下先。我哋就6月16號，就係第一日派種嘅時間。星期二，我哋中午12點先開始派，去到晏晝嘅5點。係啦。同埋6月17號，星期三，朝早9點半到晏晝5點鐘。係啦，咁啊記住喎，咁啊大家咧就要帶你哋嘅會員證啦，係啦，咁嚟中心就可以攞到種一隻。咁我哋咧今次呢個活動好多謝躍泳游泳服務公司去贊助俾我哋啊！咁期望大家咧就可以點樣啊？食個種就點啊？有個健康同幸福啦，係咪？冇錯啦。咁啊記住喎，我哋係得2日派發嘅啫，係邊2日？講多次。就係6月16號星期二中午12點開始，同埋6月17號星期三朝早9點半開始。係啦，咁啊我哋去到幾多點啊？去到5點嘅啫。係啦，冇錯啦。咁啊，敬請各位咧就嚟到我哋中心領取呢個幸福種啦。好，咁啊，好啦，咁啊嚟到咧都天氣好熱啊，近來係咪啊？冇錯啦，又落雨啦，又曬啦。係啦，咁所以咧，咁啊見到咧最近咧都出咗啲黃色暴雨警告咯喎，咁即係咧雨季嚟臨啦。咁我哋都想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咧即係中心惡劣天氣嘅開放服務安排。好。黃色暴雨我哋開唔開？黃色暴雨我哋中心係開放嘅。有冇活動啊？有室內嘅活動咧，我哋都會繼續嘅，即係中心嘅活動我哋會照常啦。咁室外咧就要聽我哋電話啦，要留意翻係啦。或者打過嚟中心咧向我哋查詢一下。好，咁啊到紅色暴雨喎，我哋中心開唔開啊？紅色暴雨咧，我哋中心都係會開放嘅。咁但係我哋所有嘅活動咧，都會取消㗎啦，或者暫停。咁啊，黑色暴雨就梗係要留喺安全嘅地方啦，係咪？咁所以就係點啊？中心咧就會暫停開放嘅。咁啊，室內同埋戶外活動都會取消嘅。好，咁啊，1號風球點樣咧？1號風球我哋咧同黃雨個情況咧好似嘅。1號風球中心咧都係會照常開放啦。中心嘅活動咧都會繼續，室外嘅活動咧我哋都會繼續嘅。係啦，咁但係由3號風球開始咧，大家留意啦，就係中心會開放，但係咧室內嘅活動同埋室外活動就會取消啦。咁啊，8號風球唔使講啦，就係點啊，留喺安全嘅地方，所以就唔會開放中心㗎啦，好冇？咁啊，近來出咗一個新嘅警告喎，叫咩？極端天氣情況。係啦，咁啊要留意啦，話明極端啊嘛，咁所以就要點啊？大家留喺安全嘅地方啦，咁所以中心就會暫停開放啦，咁啲活動咧都會取消或者延期㗎啦，好冇？咁咧，我哋所有嘅活動咧都會喺所有嘅信號啦、暴雨嘅信號啦、風球嘅信號咧落咗之後2個小時之後咧，先會再開翻我哋嘅服務嘅。係啦，咁同埋留意喎，如果嗰個活動係啦，咁啊喺2個鐘頭前咧，仍然都係有黃雨，咁你冇舉個例，10點鐘仍然有黃色暴雨，咁我哋點啊？都繼續啦。但係如果10點鐘如果10點半，咁啊點啊？掛咗紅雨咁點啊？咁我哋咧所有活動咧就會即時停止㗎啦。咁啊12點半嘅活動咧都會取消㗎啦。係啦，咁所以就係要留意啦，好冇？好，咁啊跟住咧就同大家講下我哋一啲服務質素標準啦，係啦，咁咧服務標準5啊就係人力資源啦。咁咧我哋咧就會單位啦同埋機構咧都會實施有效嘅一啲即係職員嘅招聘啦、定名合約嘅即係員工嘅合約啦、發展啦、訓練啦、同埋呢個調派啦，同埋呢個紀律嘅守則。咁即係話咧，我哋請唔同同事翻嚟咧，佢哋會負責唔同嘅崗位啦，亦都會有唔同嘅職責去負責嘅，係啦。咁期望咧就令到個中心嘅運作更加之好。咁啊，而標準6咧就係講緊咧我哋服務嘅單位啦，定期咧會有計劃去檢討同埋做評估咧，我哋唔同嘅活動啊，或者同事嘅一啲表現。咁我哋亦都有呢個有效嘅機制咧，俾大家啦、職員啦同埋社區人士咧，去俾我哋嘅服務單位咧，去有啲意見嘅喎。
咁亦都可以提下大家啦。如果大家咧真係有意見咧想俾我哋嘅話咧，可以直接咧揾我哋去聯絡我哋啦。我哋每日都有當值嘅社工咧可以去揾我哋啦。另外我哋中心咧喺接待處嘅左手邊，喺廚房門口近廚房門口嗰個牆嗰度咧有一個意見箱嘅。你有任何意見咧，都可以喺嗰個意見箱度咧寫低你嘅意見，咁我哋咧都會去收集大家嘅意見去睇㗎啦。咁啊期望一齊令到中心更加好啦。咦，曾生有啲特別嘅消息又想同大家分享喎，係啲乜嘢啊？冇錯啦，咁啊最近咧醫管局咧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咧，都會知道有個新嘅安排嘅。咁啊因為最近咧實在太多呢啲唔同嘅詐騙啦，咁所以咧醫管局有個新嘅電話安排，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喺來電顯示嗰度咧可以更加清晰，咁啊冇咁容易收到啲詐騙嘅電話。咁啊嗰個安排係啲咩咧？嚟緊咧醫管局唔同嘅醫院咧喺5月26號開始咧會分階段咧就由佢哋嘅電話來電顯示咧會轉咗做18285或者18286字頭嘅電話會聯絡大家嘅。係啦，咁啊大家記住喎，咁醫管局打嚟嘅電話 number 咧，其實係得7位數字嘅啫。冇錯啦，咁大家唔好見到7個字咧就覺得係詐騙電話先。咁只要你如果係見到係18285或者18286嘅話咧，咁就係醫管局打嚟嘅電話啦。係啦。咁譬如我哋大家可能會常接觸到嘅伊利沙伯醫院，咁咧佢電話來電顯示咧就會係1828520，係啦。咁如果大家見到呢一個電話咧，就知道係伊利沙伯醫院打嚟啦。或者係廣華醫院嘅，咁就係1828523，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呢個電話字頭嘅電話啦。咁應該去到6月底咧，就會所有嘅醫院咧都會係呢個5個號碼嘅字頭去俾大家去用㗎啦。咁大家就留意啦。好，咁記住啦，係18285同埋18286喎，知唔知道？好，咁講完呢啲資訊之後啦，又開始講下我哋中心6月份精彩嘅活動啦。冇錯。又問下曾生先，咦，我哋幾時開始活動報名㗎？我哋係6月3號星期三。係啦，咁上晝9點鐘開始就可以電話或者親身嚟到報名喎。冇錯。好啦，咁報咗名之後，我哋要點樣啊？如果有啲活動係要收費嘅話，咁咧大家要喺3個工作天裏面咧過嚟中心去俾錢。咁提下大家啦，我哋中心咧而家係收呢一個八達通嘅，咁唔再收現金或者其他支付。咁所以大家過嚟報名之前咧，記得增值好你嘅八達通。係啦，咁帶齊呢個八達通嚟報名啦，同埋你嘅會員證。咁好，講下1號仔嘅活動係乜嘢啊？1號仔嘅活動咧就係獨居會嘅。咁今年嚟緊係端午節啊嘛，咁就滿滿祝福迎端陽。何生咧會同想邀約大家中心獨居嘅會員咧一齊嚟參與嘅。咁介紹下端陽節氣啦，一啲時令嘅養生飲食方法啦，提升大家對飲食健康嘅了解。咁幾時咧？6月5號星期五。晏晝2點到3點，咁名額係30名，費用咧係全免嘅。咁歡迎咧獨居嘅會員可以過嚟報名參加啦。好，跟住2號嘅活動咧係大笑特工隊喎。咁咧喺6月嘅12號星期五啊，咁何生咧喺10點至11點啦，就會喺禮堂啦，就會同大家咧分享愛笑運動嘅技巧啊。咁希望咧學習咗呢個愛笑運動之後咧，就會喺社區裏邊啦，咁之後做一啲探訪啦，咁咧分享呢個笑啊，咁名額係15名，費用係全免嘅，咁對象就係大笑特工隊嘅隊員啦，係啦。如果你係大笑特工隊嘅隊員咧，就記得報名參加啦。咁3號仔嘅活動，咁嚟緊有個健康講座，係關於退化性膝關節炎嘅日常生活篇。咁幾時咧？6月16號星期二，晏晝3點3到4點3。咁衛生署黃大仙長者健康外展隊咧，會同大家講下
膝關節嘅退化性關節炎嘅成因啦，同埋點樣處理啦，亦都同大家講下點樣保護大家嘅膝關節，同埋點樣解決因為膝關節引起嘅日常生活造成困難，有啲咩方法可以去解決呢？咁如果你或者你嘅朋友仔咧，可能都有啲關節痛或者唔同嘅關節炎嘅話咧，咁啊歡迎過嚟參加啦。咁啊費用咧係全面嘅。好，咁啊有興趣嘅會員就可以報名啦。咁而4號嘅活動咧就係樂齡展耀通啊，跌倒風險評估啊。咁咧就係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嘅嘉豐台嗰邊咧就會有嚟我哋中心有個活動喎，就係同大家做啲咩咧？就係做一個跌倒風險嘅評估啊。咁就會喺6月18號星期四啦，咁就由下晝1點至到4點半嘅。咁咧就唔係話呢段時間嚟晒，淨係嚟15分鐘嘅啫。係啦，咁喺15分鐘嗰度就會做一個評估啊。咁就係評估下呢個長者嘅下肢力量啦，同埋平衡力。咁啊，透過一啲新科技啦，去檢測你哋嗰個肌肉啊，同平衡力啊，咁咧識別你哋跌倒嘅風險啊。咁名額咧係40名，費用係全面嘅。咁啊，對象咧就係中心嘅會員啦。咁咧嗱，少少提醒啦。咁咧就係主要咧就係用即係行啦，或者係用一條拐杖嘅會員咧就可以參加嘅，係啦。咁如果係使用輪椅嘅長者咧，就暫時唔係好適合呢個風險評估啦。咁你報名嘅時候咧，我哋會再通知你到底獲編配嘅時段係幾時嘅啦。咁我哋咧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報名。咁好，咦又到真山你嘅浦南天地喎。冇錯啦，咁今次咧浦南天地真山咧想同大家去玩保齡球啊。咁啊幾時咧？6月23號星期2，咁咧朝早10點到12點。咁啊，我哋咧會一齊去到啟德體育園嘅保齡球館，咁同大家一齊咧玩保齡球嘅。咁名額咧係12個，費用咧係70蚊。咁啊，歡迎咧各位男士嘅會員過嚟報名參加啦。哇，好好玩㗎喎！我見到啟德個保齡球場好新好大喎。係啊，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一齊嚟啦。咁啊，如果唔識去或者想一齊去嘅話咧，咁啊歡迎大家朝早9點3翻嚟中心集合。咁我哋咧會慢慢行過去啟德嗰邊嘅保齡球館㗎啦。大家一定要體驗下，好大、好靚同埋好新嘅。冇錯啦，邀請各位中心嘅男士咧一齊嚟參與。我可唔可以參加？咁啊就唔得啦，袁姑娘係男士嘅會員先可以參加。咁真係傷感。係啦，嚟緊呢個活動你就可以一齊去參與，可能。係嘛？一齊去玩。呢個係咩咧？原來就係6號嘅活動，美好時光雙親節慶祝啊！咦，原來係阿姚生喺6月23號星期2下晝2點至到3點3，咁啊喺禮堂啦，咁啊藉住呢個雙親節啊，同大家用歌聲啦，即係唱歌啦，玩一啲互動遊戲啦，傳遞一啲感恩同祝福。咁啊名額咧就係25名。費用係30蚊嘅，咁有興趣嘅中心會員咧就可以嚟參加喎，咁啊一齊唱歌玩遊戲啦，係啦，咁啊男女都可以參加啊，今次就係男女都可以啦。冇錯啦，咁啊歡迎大家一齊嚟慶祝下啦，一齊嚟玩下遊戲啦。好，哇！今次去邊度啊？何山，咁啊7號仔嘅活動啦，同大家去睇古蹟喎，呢個百年古蹟半日遊。大家睇相唔知唔知道係邊度嚟嘅咧？咁咧其實係深水埗嘅主教山配水庫。咁啊幾時咧？6月25號星期4，朝早9點鐘咧會翻嚟中心一齊集合。咁啊預計晏晝12點半咧就會完㗎啦。咁啊頭先講啦，深水埗啦，咁啊主教山喺又叫窩仔山，咁咧會同大家去行山同埋可以影下相嘅。咁啊大家見到相咧就可以見到呢一個仿羅馬式建築風格嘅配水庫。好靚，好特別喎。係啦，已經好耐歷史㗎啦，過百年嘅歷史，係同大家呢個供水嘅歷史有關嘅，又一齊享受下呢個大自然啦。咁咧名額咧係10個，費用咧係全面嘅。咁但係有少少提醒啊，同埋要留意嘅。首先要自備你嘅車費，
係啦，增值好你嘅八達通，一齊搭車去深水埗啦。第二咁啊，行山嘅路線咧，其實大部分都係樓梯嚟嘅，冇錯啦。咁啊，大家咧一定要評估好自己嘅身體狀況啦，亦都留意下，即係嗰個路段咧，實在係太多樓梯啦。咁所以咧，阿何生咧會報咗名之後咧，會聯絡大家嘅，再睇下大家嘅情況係點樣。係啦，因為嗰條樓梯其實因為主力都係要行樓梯上去，主要都係行樓梯嘅，係大部分都係樓梯嚟嘅，咁所以要留意下啦。大概好似係咪行15分鐘左右啊？要多啲時間嘅，係再多啲時間嘅，係啦。不過中間好多休憩嘅地方嘅，係啦。咁另外就呢個即係行山，大家就要準備好自己嘅水、糧食，好熱啊！冇錯啦，同埋一啲防暑、防曬、防蚊蟲嘅嘢，咁啊大家自己要準備啦。好，咁啊跟住就到咧8號嘅活動就係接觸數碼5育計劃啊！咁咧就係喺7月嘅3號啦、10號啦、23號啦同埋30號。咁啊，逢星期4或者星期5，咁啊總共有4節嘅，咁就係上晝10點至11點。咁樣咧就會由中國婦女會李樹培夫人啟智中心嘅同事啦，過嚟咧為大家咧介紹一啲數碼嘅設備啦。咁啊話俾你哋聽啊，其實一啲新嘅數碼嘅設備點樣使用啊？一啲用下網絡安全意識啊，咁啊玩下啲新式嘅樂齡產品喎。咁名額咧就係12名，費用就係全面嘅。咁啊有興趣嘅會員咧就可以參加啦。咁留意啦，嗱第一樣嘢活動咧都有4節嘅。係啦，咁啊必須要出席啦。咁第二樣咧就係如果上年度曾經參加過呢個計劃嘅會員咧就唔可以再次參加報名。係啦，我哋俾一啲未參加過嘅咧優先報咗名先。係嗱，咁不過咧我知道有啲會員咧就唔知自己有冇參加過，咁都唔緊要嘅。咁我哋就會 check 翻你哋上年有冇參加過。咁如果你報咗名之後收到我哋通知話原來你上年參加過咧，咁就真係抱歉啦。咁啊今次嘅活動咧就可能咧就參加唔到啦，好冇？錯啦。好，跟住到跟住9號仔嘅活動喎，又係獨居會喎，點解嘅？因為原來呢個係聽障與情緒健康講座。咁不過呢次咧係7月嘅，係啦。咁何生咧今次聯同呢個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咁就會喺7月3號星期5晏晝2點到3點咧，會同大家講下聽障嘅成因啦，同埋情緒之間嘅關係啦，亦都同大家咧學習點樣去保健，同埋好好保護自己嘅聽覺，係啦。咁名額咧係40個，費用咧係全面嘅。咁中心獨居嘅會員咧優先可以報名。好，咁跟住就到10號嘅活動啦。自有懷緬小組啊，咁咧就會喺6月嘅25號至到7月16號，逢星期4。咁就上晝9點半至到10點半就有4節嘅。咁姚生咧就會同大家用唔同嘅主題去懷緬以往嘅時光同埋情懷。咁喺呢個美好嘅回憶中咧，就點展開一場懷緬之旅啊！咁名額係點8名。8個。係啦，費用就5蚊嘅。咁有興趣嘅會員就可以報名啦。冇錯，有一齊分享下咧，你哋喺新蒲崗嘅一啲回憶啦，或者你哋經歷過嘅歷史啦，就可以分享俾大家去認識下嘅。跟住去到11號仔嘅活動齊來健腦之努力充電營。哇，咁勁呢個名！係咪要去 camp 㗎，遠姑娘？哇！係咪要去出去？咪就係咯，宿營㗎。哇，咁熱原來唔係係喎。咁原來喺中心裏面呢個營咧係營養師個營㗎。哦。咁6月25號星期4晏晝2點到3點半，咁姚生都邀請咗循理會黃大仙耆樂會所嗰邊咧，咁佢哋邀請咗個營養師同大家分享健腦嘅飲食法一齊咧將健腦嘅美食融入喺你嘅日常生活之中。到底食啲乜嘢好咧，會幫助個腦會大家健康啲咧？健腦咧
咁啊，名額咧係12個，費用咧係全免嘅。哦，原來就係教大家煮嘢嘢食，係煮啲營養嘅美食，冇錯啦，就去室內嘅活動嚟嘅。咁啊，大家有興趣想試下點樣邊啲嘢食咧會對大家健康啲咧，又可以過嚟報名參加啦。好，跟住又到智醒健腦聚一聚啊！咁就喺6月30號星期二啦，下晝2點至3點，咁啊喺中心禮堂啦，咁啊姚生咧就會同大家製作乾花嘅書籤，咁啊透過製作乾花嘅書籤，一啲拼貼啦，咁然後咧啲乾花有啲香味喎，咁啊喚醒大腦嘅活力啊，從而咧亦都分享啲健腦嘅資訊嘅，咁名額係12名啦，費用係10蚊嘅，咁啊有興趣嘅會員咧就可以製作同埋去玩下呢個小活動啦。好，跟住到你嘅活動義工活動啦。咁13號仔嘅活動，端午全程探訪活動。咁曾生咧想邀請唔同嘅義工，咁我哋會上門去探訪嘅。咁我會祝福同埋關懷啲有需要嘅長者啦。咁日期係6月11號星期四，朝早9點半到中午12點左右。咁名額咧係20個，費用咧係全免嘅。咁曾生咧會準備啲小禮物，同埋有啲嘢咧會俾大家去探訪嘅時候去派發嘅。咁邀請各位有心有時間嘅義工咧，或者未試過做義工嘅都可以一齊嚟參與嘅。咁歡迎大家嚟報名咧。使唔使要行好多路㗎？我哋唔需要嘅。咁有機會咧，有啲會係要行少少樓梯嘅，咁就會睇住各位義工嘅身體狀況，再安排唔同嘅探訪嘅對象俾大家上去嘅。大部分都有 lift 嘅，都喺新蒲崗區內做探訪嘅啫。好，咁真係好有意義嘅活動啊！咁一齊傳達你哋嘅愛俾唔同嘅長者啦。好，咁到4號嘅活動，義工小聚啊！咁今次原來係有效溝通技巧培訓。咁曾生就會喺6月12號星期五啦，下晝2點至3點就會喺禮堂。咁期望咧就同大家透過遊戲啦，咁去學習一啲良好同埋有效嘅溝通技巧。咁凝聚一班義工啦，咁一齊點開開心心，學下點樣同你哋溝通得好啲，點樣表達得好啲啦，或者點樣去接收人哋嘅信息又會好啲啦。係啦，咁你知溝通好多誤會㗎嘛，所以我哋係要點一個有效嘅溝通就最好啦。冇錯。咁名額咧就係不限嘅，咁費用係全免啦。有興趣嘅義工或者係有興趣成為義工嘅人士咧，都可以嚟參加嘅。冇錯啦，咁歡迎大家出席。係啦，咁學下有效嘅溝通。好。跟住就係護老者嘅一啲活動喎。係啦，咦，咁又睇下6月護老者咩活動先？嗱，就會喺6月嘅10號星期三，阿陳生就會有一個叫做護老聊天室，係啦，係個 Zoom 嘅活動嚟嘅，就會透過 Zoom 嘅平台。冇錯啦，咁6月10號星期三晏晝2點到3點，今次咧陳生會同大家體驗呢個沙畫蠟燭喎，咁希望大家咧喺做呢一個創作嘅時候咧，可以將平時嘅煩惱同埋壓力咧暫時放低，咁呢個希望大家喺呢個製作裏面咧都可以得到放鬆嘅，咁名額咧係6個。費用咧係全面嘅，咁但係活動咧就只限護中心嘅護老者會員去參與啦。有興趣嘅護老者就可以報名啦。冇錯。咁到16號嘅活動啦，就係香薰手部按摩工作坊。都係同手有關嘅喎，要整啲嘢係咪？嗱，咁咧今次咧就唔係整嘢喎，就係要按摩自己雙手啊。要按摩。係啦，咁我哋請咗咧香薰治療師啊，就會教大家點樣去用香薰啦，做一個手部按摩啊，咁學習自我舒壓啦嘅技巧，幫隻手按摩下，隻手成日做嘢好攰㗎嘛，係咪？咁學下點樣按摩，咁舒緩下自己嘅一啲肌肉嘅疲勞啦，亦都可以咧舒緩下自己日常嘅情緒嘅。咁咧時間係6月11號星期四上晝11點至12點。咁喺中心禮堂啦，
咁咧就名額有10名，費用係全面嘅。咁啊對象係護老者，咁啊有興趣嘅護老者就可以報名參加啦。好，跟住咧17號嘅活動啊，都係護老者嘅活動，總有你心啊！咁係做咩㗎？係咪整粽啦？我相信都係。冇錯啦，咁啊睇個名應該就係整粽啦。咁啊6月12號星期五晏晝3:3到4:9，咁大概個半鐘至2個鐘嘅時間啦，可能。咁啊就係因為端午節啦，咁啊陳生咧會邀請大家同一齊整呢個粽喎。但呢個粽咧係特別嘅，係西米水晶粽。咁我哋咧唔用傳統嘅糯米整粽啦，好特別。係啦，我哋用西米整一隻水晶粽，咁應該就係半透明咁樣啦。應該我食過，幾好食，煙煙韌韌嘅。冇錯，咁啊希望大家咧又係喺做呢個手作嘅時候咧，又可以放鬆一下啦，又喺呢個俾大家開開心心度過一個晏晝啦。係啦。咁啊名額咧係10個，費用咧係20蚊，咁啊歡迎護老者咧一齊嚟參與啦。好，跟住就到護老齊樂聚啊，舒心擴香石製作。咁就會喺6月26號星期五啦。咁咧陳生咧就會同一班護老者就會喺下晝2點至3點啦。咁啊製作呢個擴香石啊。咁啊透過製作嘅過程裏邊啦，一齊咧就會放鬆啦、減壓啦。咁咧當中咧呢個擴香石話明香啊嘛，咁亦都會有唔同嘅即係一啲香氣啦。透過香氣去療愈大家，咁啊令到大家咧有一個輕鬆嘅時光。咁名額係15名，費用係全面嘅。咁啊有興趣嘅護老者咧就可以報名參加啦。咁我哋6月份嘅活動就介紹完畢啦。咁啊有興趣嘅會員就可以報名參加啦。咁啊留意下，話明6月份端午節啊嘛。冇錯。咁我哋有一日咧就會唔開放嘅，就係幾時啊？就係端午節嗰日啦，6月19號。19啊，哦，19。係啊，6月19號。咁啊，其餘嘅日子咧都有唔同嘅活動啊，唔同嘅活動俾大家參與啦。咁亦都提下大家啦。咁咧之前應該有大家參與咗咧，有個叫做樂齡健體角嘅活動嘅。咁咧就會有團體咧過嚟同大家體驗下一啲新興嘅運動啦，樂齡科技嘅產品啦。咁喺6月8號咧會開始第一節嘅，之前咧就應該分咗時段嘅。咁啊，大家如果唔記得咧，就可以打嚟中心再問翻我哋嘅同事到底係邊一個時段啦。咁啊，6月8號開始連續4個星期一，係啦，由1點鐘開始去到晏晝4點半，咁啊應該大家都有半個鐘嘅時間咧去玩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跟翻個時段翻嚟去參與啦。好，另外咧，我哋逢星期日咧就會有新米供應院嘅。咁咧，大家想知道嗰個星期日係做啲咩戲啊？咁啊，又可以留意下我哋嘅時間表啦。咁會寫咗當個月係啦，咁啊邊一日就會做咩戲係啦。咁啊，咦啱喎，中意喎，咁就可以嚟中心去欣賞啦。冇錯啦，或者你哋咧，如果有啲戲想睇嘅話咧，都歡迎同我哋嘅同事講。咁我哋咧喺每個月安排嘅時候咧，就試下再安排睇下可唔可以同大家睇到你想睇嘅戲啦。好，咁啊，我哋6月份嘅活動介紹就係差唔多啦。好啦，咁啊，最後提醒大家啦，我哋有少少嘅聚會時間。咁啊，6月份嘅例會就係6月2號啦。咁7月嘅例會係幾時啊？7月例會咧係7月7號啊。係啦。咁啊，獨居會就6月5號啦。義工小聚咧就係6月12號。護老齊樂聚就6月26。係啦。自省健老聚一聚咧就係6月30號。好啦，咁我哋喺度就同大家講聲拜拜，祝大家端午節快樂。